乐利亚爸爸熊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乐利亚爸爸熊。我是阿金妈咪，甲恁讲哦，你看我的手受伤啊，因为我做物件的时阵无细力，去用夹刀用到啊，所以囡仔仔囡仔仔，恁做物件的时阵，若是用到夹刀，千万爱细力哦。爸爸熊敢若有话要讲哦。翁仔呢？我的翁仔伊的脚断去啊，伊受伤啊，要安怎？不要紧，我甲你讲哦，我有一个朋友可能会当斗相共，咱来甲伊拜访一下，呀！嗨，小豪。嗨，阿金。小豪是我一个最厉害的朋友哦，伊是一个舞台设计。对。毋过咧，除了舞台设计以外，伊有足赞的一个兴趣，就是生足侪佚佗物啊。伊的佚佗物啊足侪哦。小豪老师，你敢会当甲咱介绍一下你的佚佗物啊？哦，好啊好啊，我上爱是 Star Wars。Star Wars， 就是星际大战。对。我看到阿兔迪兔。对。啊，搁有这只即马足穿的。嘿。迄是啥物？嘿。Yoda 的 baby。咕噜咕。伊个名叫咕噜咕。咕噜咕。嘿，对。啊，煞来是迄个 Marvel 的 hero。就侪。Marvel 英雄，嘿啊。哦。蜘蛛人。哦 ，Iron Man， 对，係啊。有這 Professor X， 呀。Professor X， 好啊。啊，過來咧。過來，有一撮烏魯托曼，嘿，啊，有Eva，係啊。這攏家己做的啊？唔是這攏買。這攏買，開就這錢哦。對，家己做的是這啦。係啊，對。這是鋼彈，嘿，鋼彈，嘿，對，這是家己做的，嘿啊。哇，老師，啊你這我知影這是你的做工課所在，啊，不過這刀啊一定滿，你是，伊是會幫助你做工課哦。哦，我佇設計舞台的時陣吼，啊，我若是無迄個想法吼，我會摕來互伊搬戲啊！搬戲。係啊。你有一個舞台想法，對。啊，可能需要角色行看嘛。對，我就會互伊搬戲啊。老師，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。好。我有一身翁仔。好。伊受傷啊。Oh my god！ 伊個腳斷去啊。哦。這唔知要安怎啊？我甲你修理啊。啊，你會當修？會啊。真好。好，咱來看老師要安怎修理這翁仔哦。好，咱來修理這伊個腳。好，啊，修理這需要啥物物件？需要這片子。啊，還有這。哦，尖喙牙啊。對。啊，還有銅線。啊，還有這。就是順鋼架。啊，還有。這是啥？這是最厲害的。這是。哦。電針啊。我細漢就驚這。哦，看喙齒無？袂使用喙齒袂得，恐怖。我來準備。好，這是因為這是大人咧修理，所以囡仔先莫家己用這種物件哦。等你大漢的時陣才開始。銅線是要用來創啥？銅線是哦，伊只斷去嘛。阮要做一個新的，親像骨頭安尼哦。對。甲伊插入去。對。佮愛比這你需要的電針是偌粗的。對。你看，有足濟無共款的。寸尺。無共款的寸尺。
所以老师就是爱看这个节目啊，后来就想讲啊，我来买这个角色转来。对。啊，就豆豆开始开始家己做。嘿，对。啊，做这你敢有受伤过？有啊。这拢有一样，拢会有一样的物件。哦，有啊。因为这接头关系，就是爱，安尼这头袂歹去吼。袂。所以较大汉的时阵，家己买这物件，家己做是高中还是国中还是？高中就开始做这物。高小的时阵是迄强钱遐，强伫买。阿母敢知影迄当？阿母当然知影，厝嘛无偌大。讲你买转去就一定会发现啊。藏伫名称卡还是藏伫这位？阮老爸老母对这还毋是歹代志啊。毋是歹代志啊，伊讲对，当错。家己欠钱，家己买。对。好，即嘛，因为这位置吼无啥好，所以咱爱修良者，有迄个正宗性一点。做一个记号啊，安尼袂歪去。咱做这是毋是敢若一摆机会？嘿对，所以我即摆嘛足紧张的。先用针啊，甲伊涂一个。对。在迄针尾落去，才袂歪去。因为塑胶就咕噜咕噜。好，伊的骨头。伊的骨头，另外一边。我无度像迄个医生边做边讲话，嘿，我拢唔敢甲你教教。讲迄看喙齿的医生真正是，都互你喙开开的时阵，甲你讲话啊，你就无度，你会介意。我惊你受伤，我唔敢。但是我拄则有想讲，这会当做一个实验呢，就是佚佗命害去，咱找一个责任。有人伫咧做，系啊。即马
迄个片子，甲伊加一段落来。看卖会下袂。我原来是爱安尼，无我以前我拢家己用锅啊，还是啥物顺感觉安尼念一下，可能算无几摆就又搁害去。对，伤长啊，搁爱加掉一撮啊。这敢若无安迄整改。对。是无安尼较好装入去这个空内底。因凉的时阵较老，较有迄个面积。凉的时阵。对。好，照起来会使，好啊。啊！捞出来了。安尼就做安尼。对。顺感觉起哩就爱较紧吼，无是毋是就会打去。我这是缓战的，所以无遐紧。对。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安尼好啊，嘿啊，来小凉者。好，行起来啊！耶！感谢老师。多谢。噔，兄弟。兄弟。你好啊呢？我好啊，我会咁走啊。好，安尼会当甲我相拍哦。好。尖喙牙啊，电针啊，东线，顺感觉。